個煲滾到興合合，一打開點解冇嘢嘅？KK1 同大家食最甜椰子雞。呢度做煲仔飯同斬雞嘅地方都係開放式，用嘅係海南第一雞文昌雞。要食靚雞記得跟足步驟，晏晝3點都台爆滿。等咗咁耐，雞嚟啦！是正宗地道的海南文昌雞，我們店現燒現宰的，看得到嗎？對，很新鮮啊！對。落完雞，店員會落埋啲配菜，咁樣呢個湯就又鮮又甜啦。沙漏完咗，開蓋食得。椰子香撲鼻而嚟，雞係睇到嘅嫩滑。食雞第一步，飲啖靚湯先。個湯啱啱滾起，真係熱辣辣㗎。第二步就係點醬料先食雞胸肉。第三步就係食其他嘅部位，最後食完肉就係食配菜，仲有我最中意嘅娃娃菜添。大眾點評打卡仲送南瓜餅，外面脆入面煙韌，真係有驚喜㗎。跟餐仲有招牌飯焦臘味煲仔飯，我個人覺得佢冇順德公咁好食。稍稍冷卻一下，我們整張就把它敲鬆就可以了。結果我都整唔到成塊飯焦出嚟，飯唔好食，飯焦好好味，埋單188蚊，快啲試下。